Shalom， 大家兄弟姐妹們，大家要相聚見面細呢個節目，客家話語嘅節目。兄弟姐妹們，你看我背後嘅都係相當正嘅景觀，有山，有洞，有海，有沙巴，我坐喺度要等下啲啲，十分正嘅嘅，但係為咗呢啊，有山有洞有海隆重啲就係上帝造出嘅，呢個主造出嚟，千年嘅主造出嘅。termasuk 兄弟姊妹聽呢個話，聽呢個討論呢個節目，兄弟姊妹都係按正按小心，但係有兄弟姊妹啦，有兄弟有姊妹啦，也係要จาก千年嘅主造嘅。可能呢兄弟姊妹講，我班人咩用嘅，我講係錯，本來一班人咩用嘅，一班人咩嚟使用，對一公一婆用嘅，一公一婆嚟使用對一提，一提係使用，穿氣都係穿到安度當格好都係從地日日上帝造出嘅嘢呀，春夏要食家要見半日我嘅經書講食家要寫見你都係要上帝造出嚟。聖經講在傳道書12第1章樣講到，食家係記得食家嘅錯，食家嘅主錯食家嘅上帝呢上帝食家係記得當食家很低很嫩很響很後生。唔係家生嘅時間攞時間嘅技巧，我時間唔啲唔又上唔又嫩，còn時間又燙很又嫩時間嘅啲，一個聖經講時間係説時間嘅上帝，時間你去簽一個上帝，當然時間簽唔到啦。何在上帝嘅愛十分大嘅時間，在約翰福音3章16節講，佢上帝嘅愛啱提對呢世間要咩嘅呢？世間要兄弟姊妹因為到教育愛安睇，所以看呢世間呢啲要兄弟姊妹佢派嘅親生單生子嚟到世間呢，都係按照耶穌基督出世，為了乜嘅呢？死在十字架凡生，為了乜嘅呢？為了每日相信佢啥得勝得救，所以耶穌基督嘅名，呢度我禱告本兄弟姊妹，憑呢個信心去堅強。ทางเรียกไงยิ่งสิช่องสินสังสิทางโกษาเลยก่อนยันเหวสร้างเหวทางเลยจับสิวจุยาสู้ส่วนยัง嘅叫主是當熱เหวสิกา冇ใช้世間啲hếtสิกาshitสิกา係上帝สิกานั้น叫盡了สิกา係上帝按照耶穌基督名我禱告俾兄弟妹上帝祝福大家平安快樂呢一度ที熱壇家下接下要ที二壇สิกานั้น叫ทางข้า係上帝祝福